看立法院的消息，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今日即头一摆讲到7字6失败主要的原因，伊强调讲是民进党无全党聊落去，要过若被两党是全力的动员，所以讲面对第二波的罢免，民进党绝对会全力一战。国民党是因为还佫有7位国民党立委进入823的罢免投票，所以讲党团的总调布坤基和国民党的立委即阵啊气氛小可较活跃。 大罢免了后的头一摆立法院会调影无过一句来一句去，那立委讲甲笑眯眯。不过这样好斗阵会当党规则，国民党团总调布坤基讲，到8月23开票进前，拢会放松心情。23以后，我们通通要同心，不要再讲其他的政治对立的事情，我们都不要再提这些，好好的，大家集思广益来解决国家面对的。 这样这一边的大罢免，确实有影真无简单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嘛希望南非爱珍惜这一边的经验和教训，无适合搁直咧提政治对立议题。同一个时间，民进党团嘛来开检讨会。 全党没有下去嘛，国民党是整个党都下去。今天特别请何副秘书长来这里做报告。二人点头做起计划策略，毕竟反共后台只讲联名发起人周新成普文讲，一方面请我继续支援3届罢免，一方面说个拒绝我的建议。大罢免的大失败是因为民进党不用伊提出的4届候选人领军建议，大罢免才会输甲真凄惨。83是背水一战，主席已经下令了。展现决心，郭总调拼要来接近大罢免、大成功的看榜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